你好嗎？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足足有100年。喺呢100年，有成千上萬嘅人為咗呢個理想流咗好多血，犧牲咗好多人。但係點解100年之後，中國仍然唔係一個民主國家？係唔係我哋中國人爭取民主嘅方法有問題？定係中國人嘅性格根本係冇可能實行民主？民主嘅問題唔係選舉制度咁簡單，民主能唔能夠運作得好係人嘅質素問題。法治都係一樣。如果香港冇一班接受過足夠訓練嘅律師、法官，冇一班守法嘅香港人，咁香港嘅法律質素就唔可以維持。如果香港人個個淨係識得蠱惑嘢，去走法律罅，做好多嘢違反法律嘅，咁樣又點捉得晒呢？好似依家中國好多法律文字上都寫得好好，但係仲有好多人知法犯法，搞獨裁、假藥。中國普遍法律教育水平同質素都係偏低，有水準嘅法官、律師嚴重不足。人嘅質素係點嚟嘅呢？教育咯。依家香港政府將最差嘅教育提供俾低下階層。你哋知唔知道？依家低收入家庭嘅學生讀完書出嚟，可能連 A to Z 都唔識㗎。依家政府啲教育政策趕絕晒啲窮人，扼殺佢哋可以生存同跳級嘅機會。以前仲有多啲其他嘅出路啊！嗱，你可以掟個仔去學師、學廚啦，人哋包埋你食，包埋你住；學做裁縫啦，學做打金啦，學做木匠啦，學做泥水啦。你有一技之長啊嘛！低下階層最緊要就係有一技之長。依家好多人都冇一技之長噶啦，淨係可以請你做 secure， 請你做麥記，或者請你做清潔。以前政府淨係管啲官校，其他嘅唔管咁多，所以每間學校都可以有自己嘅特色，配合唔同類型嘅學生嘅學習需要。工業學校啦，職業先修學校啦。但係後嚟因為要搞9年免費教育資助，政府咪越管越多學校咯。立法會班議員一有問題就叫政府監管、監管、監管，班官咪越管越多咯。學校小食部賣乜都要管，啲官淨係識得用程序去管。但係啲學生學唔到嘢，冇心機學嘢又冇人理，啲政黨又冇花心思去做好教育政策嘅研究，又唔監察政府做嘅嘢，俾啲官亂咁搞。大學唔得就搞副學士，副學士唔得又搞 Dip， 又 high Dip， 又展翅，又終身學習持續教育，遲啲又搞埋 pre-Dip。Pre-Dip 之後又話要搞 Foundation Dip， 1年學識嘅嘢要你10年先至學得完。咁究竟呢個係乜嘢教育制度嚟嘅呢？點解依家個個都爭住要入國際學校？點解啲補習學校咁多人爭住去讀？香港09年推行新嘅334學制，香港政府每年用400幾億喺教育嗰度。點解搞教改？唔係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嘅下一代會學啲乜嘢嘅咩？係咪改革會令到香港嘅教育質素好似瑞士咁，個個人差唔多都可以識4種語言，研究能力又強，又識得 teamwork， 創意又高？自主學習係學咩嘅呢？又冇講。自主學習即係咩呢？食自己咯。食啲乜嘢啊？通識咯。09年之後，學校唔教歷史，唔教地理，唔教文學，唔教藝術，
全部都變晒通識，全球化，地球係平喎，通通都識咯，好似百萬富翁咁樣。唔識歷史點會知道中國點解會變成今日咁呢？唔識地理睇地圖嘅時候又點知道中國嘅大西北喺邊呢？點知道個地球係點嘅呢？唔識文學哲學，冇睇過唐詩論語莊子，唔識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，點會知道點解人生有善有惡有悲有喜呢？唔識藝術，冇學過書法，冇聽過莫扎特，冇睇過昆劇，點知道藝術有咁多唔同嘅形式同選擇呢？唔識政治，冇投過票，冇遊過行，唔知道國富論、資本論、三民主義。國民教育淨係教學生唱國歌，冇唱過國際歌。點知道呢100年中國革命係乜嘢呢？唔知中國呢100年革命係乜嘢，咁又點可以做一個中國公民呢？